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我弟弟回来了，和他已经整整4年没有见面了。今天一起去给外公上坟。我外公曾经生病的时候有2个最大的心愿，一个就是巴望我弟弟能考上一个好点的大学，还有一个是希望看到小小刘。今天这2个愿望终于达成了，可以去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了。现在先去菜场买3盒青团子，来摆个青豆子脚冻梨呀，5块。弄谁啊？条条，那个上有份科技姐姐啊。这个是我舅舅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婴儿的奶粉、尿不湿，旁边是烧给长辈的这个 C 波，这就是一个轮回，1年来一道。哎，喂，你是个大孩子。小点，你别吃。嘴巴还塞。条条，你还记得你上次来上坟什么时候？4年前，现在是23年了。青山绿水，思念悠悠，厚厚黄土，阴阳2隔。今生有幸成为您的外孙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外婆的。勾灯。爱得月朦胧，我是怕听故事半钟。思念夹起难和梦，生下回来泪涌涌。我要做爸爸了，保佑他们，妈妈和孩子顺利平安。接下来来看老太公，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传承。月和神人一幕幕，风景天马格里秀。好啊！发动地载，1年1道，明年再来。逝者已逝，生者如斯。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好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